继续来看日本的伊瓦蒂莫尼奥卡市，这届是为着要替花莲进行观光，特别甲因的传统技术山车艺个运来台湾。不过，所客人发现讲，这车顶竟然是写千手甲千果，引起议论。就上车查明了后，发现讲这是车走来时未记理解，已经回失咧，嘛强调一定会负责。 长7公尺、悬4.5公尺、总动车过2栋的成功山车，伫前导车山岭下来到花莲的东大门夜市啊来游花，真侪游客等咧欣赏。因为成功山车已经有300年历史，互日本政府指定真侪无形的民俗文物，是当地几乎传统仪式。 后民众伫天桥欣赏，却是发现喊过情形，前导车、播音车 LED 灯顶头竟然出现电加警道这种类的名词。什么千秋永别？什么意思？这个啊。民众讲是想喊过啊，原来是承办的行销公司租用播音车时无查明用途，也无加 LED 灯的电源给关起来。毕竟百密必有一疏啊，哈，所以我想。 这件事情我们只能够跟厂商说，下次在举办任何活动的时候，一定要非常的仔细。行销公司发出声明，经审困核实的，强调负起所有行政的责任。官府是回应讲，已经要求对方不再犯相关的错误。记者宋华报道。